全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人好，适应五谷杂粮，不过也五谷杂粮啊，有当多种作物咯。韩国前一步的农委会啊，又开始来推广，希望大家下少种也无的，不过种下多的杂粮按样嘅作物，有伊咧按到大量重嘅计划，咩希望因为按样吼，当到休假嘅天啊，做得再个开始来利用。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吼，来自苗栗西湖一位青年农民，佢唔但抢种呀水田种稻的，佢还种嘅稻田种呀五谷杂粮类的哦，还个佢系用呀有机嘅方式，还个循环农业，上来佢系用嘅做到用嘅打造伊个有机嘅农业咯，细细嘅嘅来分享一位青年农民，分享总之嘅状态个分享。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有机大专业农张志杰，大家好。好，大专业农，有机大专业农。对对对。真的，亚基发黑马个意思，我第一摆谈过这样子的称呼哎。是因为我们现在所种植的作物全部通通都是有机的。对。那我们现在的农粮署农委会他们在推所谓的小地主，以前叫做大佃农，可是后来他们觉得大佃农这个名字不好，所以现在叫做小地主大专业农。哦，对，嗰時候係用專業化嘅方式來種一條作物，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做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些休耕地，想办法把它复耕，把它活化，所以叫活化休耕地。对，不过頭前我們有講到要在計劃大糧倉計劃，它其中有一個目的是希望做得要無呀，而種下少的誒，為什麼稻米要種少一點呢？其實跟無一樣哈，在台灣的產量是足夠的。哦，已經有拉誒，色的已經拉誒。可是以前在加入 WTO 的時候，在談判過程，我們每年還要再從國外進口14萬公噸。哇，对，所以就变成量就太多哎，就造成我们国内这个水稻产量过剩的这个压力。对，所以说他们就希望我们改种一些取代这个进口作物。那我们每年进口最多的就是豆跟玉米。哦，原来係安呢。嗰時候希望大家多種下多誒，也條插糧也條。錯。嗰時候總體講，你其實無誒沒有種五穀插糧全部沒有種。錯。你有種哪一條東西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香港就有種給我，就是桃園3號的香米。哦。對。哦，這麼該聽說係桃園3號。因為桃園3號香米啊，底下都給桃園改良場選育出來嘅新的品種。它本身是香米，那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种自己卖，所以我们一定要种的一个品种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们就种这种香米，因为它煮起来就有一个芋头的香味，对，它煮起来就是满室芬香，对，那因为我们是自己卖，我们一定要种出好的品种，然后可以让消费者愿意去买。而且我们是有機的，對，有機嘅，除咗有米以外，還有其他嘅插糧類嘅部分。像嘅就係蕎麥，蕎麥其實前一步嘅外地有種係啲種花嘅片，彰化有人種蕎麥，然後還有外面談講三義咩有人啲嘅種苗栗。它少一滴滴嘞，好像还没有辦法量產。嗰時候你們開始有辦法量產的蕎麥？有的矮那片就有種哇，對，那這個蕎麥呢，一般我們聽到的大部分都是拿來做蕎麥麵。對，那可是我們一直沒有辦法找到合適的加工廠幫我們做蕎麥麵。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摻在米飯裡面煮。那我們現在，我老婆很厲害，她就發明了，她就把它拿去做甜湯。對，桂圓紅棗蕎麥湯。嗰時候食起來沒有那個，我其實冇食過蕎麥本身它的口感係乜嘅？就煮起來有一點黏黏的，有那種澱粉的那種感覺。對，那煮起來就是那種有點稠稠。跟燕麥比呢？因為燕麥食起來會有一些的 QQ， 會有顆粒感、啪啪啪的感覺。這個不會，蕎麥不是這種口感，不是這種口感。好神奇哦，好盲食過。對，那我們也不要拿來做什麼？煮蕎麥排骨湯。哦。
因为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作物藜麦，藜麦也有人拿来煮汤，对，所以是类似的做法。对，也可以把它拿来做荞麦猪脚汤。哇，又有营养，然后又可以吃得饱。对，然后它里面含有一种物质叫做芸香苷。芸香苷，这是什么物质？这是荞麦独特里面有的。哦，对，它对我们的肠胃道啊、心血管各方面都很好。哦，因为其实这个荞麦对台湾人来讲还不是一个很熟悉的作物，对，听来了解，基本以前不太敢认识一下。对，除了荞麦以外，还有其他的。还有这个黑豆跟黄豆。对，蒙特味。那我们的黑豆是台南5号的这个黄人的，那我们最主要是把它拿来做成酱油。啊，还有做头油，对，速供的头油。超。那我们的酱油呢，完全就是用古法酿造，用陶缸，然后用这个120天以上在太阳底下曝晒，哇，所以它闻起来会有一个天然的酱香味，哇，对，那它里面完全没有加任何的调味剂，然后香味剂。所以它看起来是天然的琥珀色。因为其实前一步嘅咩有新闻哦，啲嘅講可能有到透油係用化學嘅方式，可能係半化學嘅方式，加夾其他發酵或者是熟成的速度。唔過同嘅老頭白做透油嘅方式就係完全冇溝用。等下節目當中咩會來同大家來小結。唔過嗬，總體講，呢種按道東西，基本上阿強妹就當然我來顯示一下，我先本來說嘅係呀，這個是五穀有機的糙米餅。对，糙米餅呀，看起來像米腸用哎，對不對？对，你講佢皮起來會有香米，錯嘛？嘿，它有一个，因為它是用香米去做的，所以它香氣就很濃。真嘅，韓國呀地波，你講有五穀有那條東西，同大家分享一下。這裡面就有，以前本來還有加一個所謂的荞麥，對，然後就是最主要還是以糙米為主，對，它整個糙米的營養都在裡面。好好吃哦！而且因為有的米腸啊，佢可能，日本其他車店會加凍到糖，這個沒有很多糖，但是吃起來是脆的耶。對，那我們是有2個口味，一個叫做微甜，一個叫原味。其實原味的啊，你一直吃，其實它會嚼出澱粉的那個原來的糖。原味是冇甜，完全冇甜，完全沒有。古種嘅加哈斯咧，係是。有一點點糖的，微甜的，對。因為顏色起來，吃到呀，這甜度很剛好哎，就算有的小朋友想要食咩做得，因為大家都同樣講，都唔會買嘅米腸可能太甜嘅，又太硬嘅，可能就是那個做就會爛口，因為太硬會刮破嘴。不過也完全唔會，唔會吼，自家做嘅。錯，全部用自家米去做嘅。嘅也應該同小朋友嘅分享吼。賣得還不錯哦，所以小朋友都非常喜歡吃。很多的媽媽他們會買回去給小朋友當零食，因為現在就是一些零食，他們一些化學的東西太多，它這個東西就很單純，只有一個糙米跟微糖的就加點糖。有些有糖，可能你給 baby 吃的就可以吃完全沒有糖的，然後比較小的小朋友就是一滴滴的糖，就是很安全、很營養的一個零食這樣子，對。真嘅，又係用自家種嘅有機米做出來嘅，真嘅米頭非常好食，很香。對，嗰時也係用主要係糙米做的嘛。唔過其實一開始沒有講到，總體講唔單槍種呀水田，沒有種早田，用水旱輪作，就係水田種啊，韓國比早温種早田按用嘅方式。是這樣子的方式是怎麼樣來運作啊？我剛剛有講過，我們是有機的。那我們是經過有機驗證，所以我們不能用農藥，一滴就做唔得用，做唔得，除草劑你做唔得用，化學肥料、麩皮你全部做唔得用，那所以可是我們種植作物一定會有病蟲害的問題。韓國你有種懂法嘅面積，種草們是乾。對，那所以說要怎麼去讓它病蟲害不會蔓延？對，那我們就是說第一期的時候我們就種水稻，那土地是不是全部泡在水裡面？那第二期的時候我們就改種旱作。那我們都知道病蟲害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環境，當它環境一改變的時候，它就沒有這個環境不適合它生長，
它就没有办法继续蔓延下去。哦，那我举一个例子，对，比如讲福寿螺好了，在水田底度可能种无的种啊，就当到福寿螺。是。不过你温它你起温早田以后，福寿螺它就没有地方去了，它就必须强迫换个环境。对，我经常用一个比喻说，你把鱼拉到沙漠去，它是没办法活。可是你把骆驼拉到海里，它也没有办法活。对，所以我们就是用改变环境，让它的病虫害不会一直不会延续到下一期。对。哦，古手你按用温期啊，下一期跟上一期大概是整个时程是怎么拉的？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种水田？我们现在差不多这个时节是种水田的时候，3月开始。嘿，对，我们就是从惊蛰到春分这一段期间，我们就是施肥。那差不多到国历的7月份，我们就收割。收割，这就是一期。对，收割完之后，我们就整地，整地完之后，我们马上就接着种五谷杂粮。五谷杂粮类的。对。哦，不过其实吼，我听讲按用温种稻的含有当到好处哦，比如讲营养嘅成分，要做得牢记保留到哪地度。对。用嘅做。像个黄豆啊、黑豆哈，它本身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根瘤菌。那我们都知道，我知道的，自然课本有上过，自然课本有上过。对，那我们都知道，植物啊，它有3个最重要的东西。氮、磷、钾。对。那根瘤菌，那我们知道氮它是游离状态。对。那根瘤菌它就可以把氮稳固起来，锁住。所以其实像豆类，以前在自然课本有讲过，就很多固氮作物。对。古时候，生了按用嘅方式，按用来打出来的有机农业，还有当到故事用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好，分享大家有陣都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愛同大家吼來紹介呀，來自苗栗市府嘅青年農民，佢同大家分享吼佢種呀水田還有沼田兩種林等種嘅方法無。剛剛已經有講到吼，水田種啊，種體以後，然就揾呀沼田嘅部分用來種豆類呀的、豆類呀的，豆類可以用來固氮。对，因为氮都在提供所有奶地度需要嘅养分，所以你在种呀豆类的同时，你跟奶油地度也会充满非常多的营养元素。对，因为它本身固氮嘛，那它就保留在土壤里面。那我们下一期在施肥时，那个氮我们的肥料就可以少下一点。哇，原来是这样，对，所以这样子就是一年就是基本上2次2货，对，一百黑肥，一百就是杂粮类的旱作的部分。你看按因为东东你可能第一台湾跟南部可能一年可以有三次的收获，对他们比较热是可以做到这样。对，不过其实用按用嘅方式，我们想来问讲，可能东东也没有想到讲，假使讲自家不卡油田，要想来按用中按。那种要有乜嘅条件冇？比如讲你一开始喺水田呐，唔过下一百年要种早田嘅时间嘅水要去那边要用介石来处理。这个就讲到说，像我们像阿 Q 妹，你也是苗栗人嘛，对不对？苗栗就是很多的丘陵地，那我们的田大部分都是所谓我们讲的山田。那其实山田呢，它就会比较好的排水。哦，可是呢，一般单就有一个坡度了嘛，有个高高低低嘛，那可是它的。我们说靠在山背的地方呢，它有一个问题，它很容易出泉水。哦，所以我们就必须在田的后面的地方挖一条排水沟，让它可以排水。那这样子田才会完全的干，要不然它就才不会变成是蓝蓝美爱。对，所以因为它自己会本身山坡地的田就比较会有这种问题存在。古时候要用方法捞水排出去，按用长油办法种呀水田同沼田林等按用种，超，要不然你就很难去控制它。对，所以要技术嘞哦，唔係講凊彩就做得來種的哦。你就要犧牲一點地來做排水。
对，把它挖成沟这样。我研究一下。错。韩国唔单像水田同早田林等做，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咩系呀？你状态高级，一彻底嘅做嘅，很多循环农业。循环农业就表示讲佢有一个循环，生老药的循环是怎么样来操作嘅？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那我们现在目前循环的东西有2种。那我们先讲以水稻来讲。我们是对，那我们收割完之后，我们就把它冷藏储存，接到订单我们就把它拿来碾，碾了之后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米糠，对不对？那这个米糠呢，红诶，对，那这个米糠它就是一个废弃物啦。那我们如何把它运用？我们就把它拿来养黑水虻。米糠拿来养黑水虻，对，黑水虻亚种黑种虫诶，亚种虫诶，你喺那一片青豆，按用个虫诶做得来天数你做呀顺反嘅农业。其实这个黑水虻它在本来的环境里，它本来台湾原生就有这个东西。对，那因为我们要把它人工饲养，所以我们这个技术是从畜产研究所那边技术转移过来的，那由人工去饲养它。那这个饲养出来的对黑水虻呢，它就可以拿来做什么？它因为它蛋白质含量很高，我们就可以拿来做鸡、鱼、鸭的饲料。因为鸡鸭的虽然鸡的我是饲料，不过咩我设一定会卵泡质用这样子天然动物性的蛋白质。对。我们以前就有讲嘛，棒打老虎，鸡吃虫啊，鸡本来都是吃虫吧，对。那经由黑水虻把这个米糠分解完之后，它又变成是肥料，又可以下到田里面去，当作物的肥料，所以它是一个很良性的循环，中间没有浪费掉任何的东西。对，那它鸡吃了这个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那它又生出好的鸡蛋，那我们人类又把它拿来享用。哇，古时候都得讲要贵个高场低度零废气，对。没有废气，然后也没有浪费，就因为加了这个黑水虻，有人讲风风虫，也还讲无水虫这样子的名称。对。然后就因为加了这样子的虫豆底度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循环的农业。因为几位老亚的太次盐给废弃物然后给分解分解之后还可以变成养分。对，那像我们的豆子，我们不是会拿来做豆浆吗？对，还有拿来做豆腐啊，那它产生的豆腐渣，一样也可以拿来喂黑水虻。古时候你是农业产生呢，要的某一个东西，你就利本这个黑水虻就好了，废物利用，然后让它产生更高的价值出来。对。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古时候按用零废气，都加上有机，呀，这以后本来的土地不但像活化，而且可以利用的更完整。对，完全冇打松体的素材。古时候也咩状态讲，已经坚持嘅。头前咩有讲到，你坚持用木头、用有机嘅方式来种东西。除了按用以外，其实啲蔬果也都有无的啊。状态讲，你咩有去家嘅坚持哦。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啊，我们收稻谷啊，收下来就是交到粮商啊、农会那边去。那我们因为是自己卖，所以我们一定是坚持，就是说它没有倾倒、倾谷啊，还蛮熟嘅无诶，还蛮爆嘅无穿呀的。所以我们是一定让它很熟了，我们才会去收割它。咁做嘛嘅有人会老呀的还蛮熟嘅哪些卖呢？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说我越早收，我让它转换嘛，对不对？就直接卖钱嘛。因为水分会比较，对，早一点收水分也比较多，因为你还蛮按早。不说你冲量之后再卖它多的，前面之后再卖它多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在田里面待的越久，风险就越高啊。万一台风来了，全部就没天。对，所以他看了差不多，他们就一般的农民就会把它收割掉。可是我们是一直坚持说，到它完全最少90%几以上。因为你们还去干嘛呀？对，古时候品质越好越好，对，品质是我们最在意的。对，品质越高，你给买个东西品质就越好，对不对？对，没有错。古时候除了要无的以外呀，给体位嘅部分，大家就底吼呀，体位要拿嚟做乜嘅？大头年。錯。咁呢節目當中咩會同阿權妹來分享下頭年嘅部分，還個要拍嘅同湖嘅，也兩種頭年。家下一開始有講到也黃頭嘅品種係。
黄豆是高雄选10号，高全部雄选是我们10号台湾自己的品种。哦，对，那为什么它会是冠上高雄？就是因为它是高雄改良场那边选育出来的。好浓哦，好浓哦，好浓，好香哦。对，这个就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品种，自己的豆子。哇，感觉我唔記得原來睇那黑牙嘅米西耶，真的快要忘記了耶，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喝到這麼濃的豆漿味道，而且它還是有機種植的。哇，因為台灣要有機種，其實也沒有那麼容易，對不對？對，其實它還是會有病蟲害啦。雖然我們用水旱輪做的話，可是它因為有機種植的話，它的那個養分就比較少，所以收成量也會比較少。對，古時候用暗用嘅豐盛打出青紅色嘅頭，能撒下來係無味哦，挨落色可能係咪嘅米絲？哇！不一样，不一样哈。黑豆五太味就会有一种五太味给 TPK 那种前面都有一个黑豆的那个轻轻的味道。对，有时古早有等于唔好食，不过要大起来，因为佢冻呢，佢食得到佢东西笨蛋嘅米头，这就是最原始的味道。对。而且冇加冻豆糖哈。对，基本上我们。所以是完全没有加糖。对，我们没有加。你完全没有加糖，不过也是都有一些的感呢。会啦，会有一点。它本身豆子的淀粉这些，它会有一点甜味。哇，我喊老豆可能你係加一啲啲嘅糖，原來係一啲糖就冇加。也冇加。呀，就係笨蛋色彩嘅米絲好食，古手嘅大出來。食材的原味。對，它就有一種甘甜的味道。對。原來係暗呢，哇，真係聽叫冇食到筍呢條呢，那胃口都被養壞了，有沒有？對，因為我們都習慣吃這些很多調味料的東西，因為很方便，你外面買到的其實大部分不會有人青菜就賣你暗呢，暗筍嘅條呢。對。而且我們都要自己打，所以你們自己買豆子回去自己打，其實是最營養、最健康。可是有時候就吃到麻煩呐，因為自己打，還又要煮，對，煮可能因為不出來，那個很不好控制那個火力。沒錯啊，就會按麻煩，古時候張會有按用嘅商品。對啊，係啊，都冇強用啊用。唔過講到，迄假是講有義飛嘅方面，咩想去買種衣服架，起架打，起架煮。唔過硬住想去來問啊，迄攞杯拖也體位，黃體位也係無體位，一用嚟拖髒，唔會拖到可能品質唔好嘅啊，也係講拖到我們所謂的這個基因改良的體位呢。其實這個很好，基因改良的這個你避免去買到它的話，最好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買國產豆。因為在我們台灣來講的話，法規規定是不能種基改作物。哦，它規定的，好，你可以學術單位可以做研究基改，可是你不能拿到田裡面去種生產。所以你只要是買國產的這個黃豆、黑豆，基本上它就不會去買到基因改造的。對，這個最簡單的方式是用這種方式。哇，那如果是黃體位品質好也係唔好用嘅來頭。最主要是看它的蛋白質含量。對，那我們像我們這個在台灣的選育的，像這個高雄選10號啊，哈，這些的品種，它們的蛋白質含量其實都非常的高。對，那所以它的香味就會特別濃。對。真嘅，原來好食嘅頭呢係亞嘅米絲，故所亞洲風範要本大家來參考一下。睇下可能想到講，你攞去買散裝的黃豆，當便宜冇唔錯，唔過你可能冇辦法判斷說，一係國內自家種嘅啊，一係講國外進口嘅，你就冇辦法來判斷。故所愛買到品質較好嘅，唔會買到基因改良的，聽說愛討入台灣自家產嘅黃體位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同大家分享。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對苗栗西湖來嘅青年農民，其中嘅唔單槍無嘅，韓國有呀五穀雜糧，加下講到呀黃體位，韓國無體位，全部都係有機種嘅，哇！打出來嘅頭呢，真係係又香又濃，真係係生活嘅笨蛋青年式嘅米頭，對，好好喝，好驚豔，對，又香又濃，真的。唔講講到呀，體位類嘅東西，唔講係像這個花生啊、飯頭，也係講咖啡頭。
这些东西呀，它按到眼汤，太搞就会讲，可能会有这个黄曲毒素，如果你没有保存好的话，像你去甲中等度保存，听说没会注意啊个问题，黄曲毒素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的稻子割下来之后，我们一定是把它烘干。烘干的话，就是在含水量15%以下。顾总，你还有一个可能仪器可以看它大概烘干的干燥程度是多少？对，那含水量一定要达到15%以下。那我们烘干完之后就把它保存，之后就放在15、16度的恒温恒湿的空间里面去做保存。对，那我们的黄曲毒素它就是一个这个作物的含水量，还有一个空气间的相对湿度。还有一个温度，它算是霉菌的一种，对不对？对，那它如果说这个3个条件是符合它的时候，那台湾海岛型气候最适合。顾总，你就用其他科技的方式，对，水分除藻体，温度降低，湿度要本地维持同样的温度，对，同样的湿度，本地无按用黄曲毒素的生长条件。对你这3个条件把它拿掉，它就没有办法生长这个黄曲毒素。所以我们每年都花很多的电费，因为要有一个像这样子，算是冰箱啦，这个保存的空间。对，我们可以那一个冰箱可以放20-30吨的稻谷这样子。我们直接釜底抽薪，把问题解决。对，直接每一本具有按用的反应，本黄曲毒素可以生长，完全不给它环境。对，把这个环境因子把它拿掉。按用掌握有好嘅农产品撒下来，再来做加工，甚至有一开始有讲到做头油，做嘅头油加下节目不用到牙面头前，就给你披到嘅五头嘅香味，那个豆子的香味。对。规件嘅营养旁地度，爱抢老头油倒出来听听呢。不过一般人啲都不是嘅头油完全没有种米稀呀。对，所以它这个是酿造的问题。那像我们这个酱油，就是我自己种的黑豆，然后它里面成分很单纯，就只有一个有机盐跟有机糖3个东西，连盐、老桶全部都会有机耶。对，所有成分都是有机，而且只有3种。对，它没有一些化学的调味剂，还有调色剂，所以它是天然的琥珀色。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买东西的时间，我会注意下后背的成分标示。有常是去那边买一罐可能30-40克的头油，而后背就有很多看不色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我看得懂的啦，叫焦糖色素。对，所以是吧？对，所以它的酱油看起来颜色会比较深。对，古时候人家头油看起来，电光带下，其实人家按用看，它是有一点点透明的颜色，有点像琥珀色的感觉。琥珀色的感觉，对，它不会是那种深的黑色那种。对，浮都看不到底。对，有透明的感觉。对，不过也係古法種嘅頭油，古法做嘅頭油，聽講係用呀土肥嘅做嘅紅嘅種嘅。對。然後在太陽底下日曝最少120天以上，還要曬太陽。對，它就是完全按照古法去釀造，可是它的設備又是最新的，那些沖灌設備、殺菌設備又是最新的，對，所以我們用這種就是用古法釀造現代化的設備來製造這一瓶醬油。哇，古時候也係結合嘅頭班人嘅老智慧，還個也係新人類嘅新智慧、新科技，兩種老佢結合起來，還個咩係用清好嘅食材老佢做出來嘅東西。對，所以它有通過 HACCP、ISO 22000。对，这个所以消费者都可以安心的去使用它。真嘅，對，除咗種出按道有這個農作物韓國做出按道有這個農產品以外，仲睇過一下佢韓地嘅水沖嘅按道示範基地，農業的示範基地。對，就是我們就是接受這個水保局的台中分局，還有農糧署北區分署他們的輔導，我們在做食農教育的示範基地。我們讓小朋友到我們的基地去。那讓他們就是去種豆子，然後種在七甲中，對，七甲中，然後讓他們去做手工鹽滷豆腐。哇！做完豆腐之後呢，我們讓他們吃有機餐。哇！然後讓他們去撿有機雞蛋。好棒哦！這是一個很豐富的行程呢，又有好食，又有好做，又有好看。對，那。後面吃完飯，我們就讓他去看黑水虻，
看完黑水虻，我们讲解黑水虻的一生之后，我们就把黑水虻带到鸡舍去，让小朋友抓虫去喂鸡。哇，要着生人的感作嘿，因为可能有当到迄都市来嘅小朋友。出乎意料，这些小朋友他们都很敢，而且他们我知道，因为你前面有先讲故事，你有先讲可能黑水虻什么个东西，你平常时第一个周嘛感，他们就对这个虫没有这么的害怕。对。如果你只是跟他讲说，哎呀，就虫哎呀，不是给不要的东西的虫哎呀，他们就觉得虫好可怕。对。故事要的小朋友是可以很乐在其中去体验的。对，而且他们我们一般想象说，小朋友看到这个可能不敢去抓它。对。那我们是让他小朋友说，来，你把手伸出来，然后我们把虫放在上面，让他去蠕动，让他感受那个痒痒的感觉。哇，那小朋友好开心哦。对啊，然后他们又可以上到自然科学，就是这个虫的变态的过程。对，然后去喂鸡，还有食物链。对，因为那个黑水虻会拿 TV 给。那我们最后就是跟他们讲，就是说，来，你们种豆子是农产品，然后做豆腐是加工，加工过程产生豆腐渣，这个是事业废弃物。这废弃物怎么办？经由生物科技的黑水虻去分解过后，然后变成饲料喂鸡。可是它分解完的东西又可以回到田里面给黄豆当养分，这完全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教育的过程。对，那老师也觉得说，这整个课程他们是非常的开心，让小朋友了解到什么叫做农产品，然后食品的整个过程，然后废弃物的处理，整个很完整的一个教案。那老师都说，哇，这个好棒。古时候像按用嘅生农教育嘅课程啊，迄讲天司机头前的乡亲朋友想要报名，有办法来报名吗？也係讲他是不是有一个最小的单位啊？还是讲适合来参加嘅年纪，小朋友的年纪大概是在哪一个区间？最适合的年纪应该是在小学3年级到6年级这一段期间。那我们一次来的话，我们希望会超过20人以上。但是不可以低于不可以高出40个人。古时候20到40岁係輕度後嘅按用嘅參觀嘅人數。對。那他們來就可以，我們可以準備豐盛的午餐，讓他們喝到那個蕎麥排骨湯，然後他們自己撿拾的雞蛋，還有他們自己手工做的鹽滷豆腐，還有我們的有機米，都可以吃得到。哇，嘅按用嘅課程按用嘅去報名。你们可以跟我们做聯繫，那我們就可以幫你們安排，這一定是要預約的，對，那就可能就是要打電話跟我們先做聯繫這樣子，對。原來係安尼，還提供呀生農教育，希望教本下二胎要還卡到呀生農教育，了解講食物上來應用嘅來，要對家都當重要。對，因為很多小朋友，我們經常以前在講笑話說，這草莓長在哪裡？有的人說長在樹上。真嘅，我偏講我嘅大學同學，我啲台北念讀大學，我就同我同學講，人哋做嚟來苗栗啊，來摘吃婆呀，唔過要注意哦，嘅吃婆會上到凍果，做唔得捉拳來哦。真的相信哎。對，因為很多都市小朋友，他們對農業完全是不了解，那農業怎麼會變成食品？他們也更不可能去了解，而且這整個加工過程，廢棄物什麼。我們讓它呈現出來。對，不過我知道你愛種亞色甲體已經有啦無限呢，怎麼韓兄都跟我愛做這個示範的基地？因為我們想要把這個有機農業這個觀念把它推廣出去，而且我們希望讓小朋友從小就扎根了解什麼叫有機農業，什麼叫循環農業，什麼叫做環保生態，對這些事情，我們希望說從小就讓小朋友能夠了解這樣。自家體驗其他的，我喊佢愛護入邊土地。對，沒有錯。不過其實像人的，你自家唔但像種很多東西，愛種很多東西，愛做很多產品，聽說愛一定會機械類的東西，唔但像自家買嘅，也還同其他嘅農民分享。對，因為我們以前自己是小農的時候，我們就是沒有設備去碾米啊，做這些加工嘛。那後來我們有辦法的時候，我們就把這個工廠建置起來之後，我們也服務這些小農，所以我們服務整個苗栗，包括說像銅鑼、三義、後龍、西湖這邊的小農，他們米就是有機的
跟友善的，我们只是帮他们做有条件的。对对对。我同期也就听说，也就了用那个也就机械啊，全部就做得不够有条件。对你一定要通过有机验证或者是友善的验证哦。那你过来我们这边，我们就可以协助你们做碾米包装的一个工作。那你就不用花碾米跟包装。对，你就不用花一大笔钱去买这些设备啊，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收一点费用，那我们就帮你处理好这样子。对，通常像这样子，Hino Boy 本人按用碾米要给人家包装，这样子，如果要做这样子的机器要多少钱？但在外面你要买一套的话，可能要几百万。哇，这样一般跟小农根本就没办法。对，那我们就希望把这个资源能够共享，然后让有机农业能够更蓬勃发展。这是我们合作社的一个当初成立的一个想法。那我们慢慢一步一步把它落实出来。哇，最近阿群我基本也了解到动多吼，原来按用嘅自然嘅方式种呀，水田同稻田按用林等种，还讲用顺番农业就种嚟种出按好品质嘅东西。咩神梦感谢总太公同大家分享哦，谢谢阿群妹，谢谢。咩神梦天司机头前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接下来做运动了。